我们谢谢你，谢谢
带
开讲。我们邀请贵执事还有嘉熙、嘉威家人来点第三支蜡烛。今天是待降节第3主日，我们要点燃第3根紫色蜡烛，是代表宣告和喜乐。当我们经历主耶稣为我们而生，让我们从罪中得释放，确定基督就是那为我们所等候的救主。因此，我们以爱和感谢来庆祝这个日子。会奏，请起立，来唱《为了爱》。
慈爱的阿爸天父上帝，为了爱，你将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离开了尊贵的天，降生在这黑暗的世界。为了爱，担当背负了我们一切世人一切的罪。是的，主耶稣，我们经历了2周的代降主日，在今天的主日，我们用喜乐、平安的心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耶稣，并带来新的生命盼望。恳求主坚定我们的信仰，在这黑暗的时代，并透过这些代降节的节期，我们知道我们周遭仍然有许多的亲朋好友尚未认识你。恳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无论在我们的行为上、言语上，都活出主你的见证，好让我们吸引这些亲朋好友来认识你。谢谢主，恳求主在今天早上我们所领受的信息，成为我们信仰上的帮助、力量。也因此，主在今天早上聚会当中，以在外面进入在主的殿中的弟兄朋友，求祝福他们。也因此，在今天的主日，仍然享受主你的恩典在他们当中。海上祷告的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圣名求。使徒信经我们今天早上用母语来念，我们圣母的好如果没有办法念母语的，我们用华语来念。我手令打入歌词，我慢慢念，可以吗？好，来，我手令嗨，我手令打入歌词，出来，awas, umi sangat itu kalian usra cinta, pasapli kamuhan yes Tuhan, bukan bawa awas, pakai di bonsai ilmu sakat yang ini bukan dia pun dia berlaku warna ini pasal sen pasal jika aku di warna jika satu di semua murid kalian baru di kawanan lo serai awas mengira ini itu sampai ayat pasal kamu mencari minggu pasal kamu mencari keturunan pasal kamu pangsaran awas pasakli kamutu puluh pasakli kamutu tiga puluh tambah murid pasakli kamutu ucai ini 好，请坐。报告我们手边都有那个周报我们翻开那个周报。我报告下周主日侍奉，下周主日我们迎接主耶稣的生诞生的降临在这世上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的话，通通到教会来。迎接主耶稣的诞生那我报告下周主日的侍奉同工。那下周主日一样是和堂9点半开始。我们讲道者还是我们的阿春牧师，司礼者黄英杰长老司宪张进贤、苏秀丽只是招待李佩荣副会长，敬拜赞美第3组
敬拜。诗情陈明真是啊，蜕变真明慧灵共唯一，献诗有缘的诗班，儿童主日耶利米啊，知州长老是刚念汉长老，以下哈。因为下周主日是庆祝耶稣降临到这世上，所以说这周间的所有一切聚会都暂停，我们为了准备下周主日所有一切的活动这个团契的部分我想我们这边的时间都已经排好了。这个礼拜六的福音的部分，8点时间在教会做个总彩排以及耶利米部分。再来，我们弟兄这边没有看到，是不是这个会长联系一下我们弟兄团契的部分活动，加油！巴塞，咱不能说给马达拉大家帮活动。在这个以下部分礼拜3也是预备节庆的，所以说暂停。那18号的部分，礼拜5平安夜的夜晚的崇拜，希望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参与。那天晚上主理的部分，我们还是由我们的牧师来主理诗会，做郭秋义长老，里面高安南右手边看一下上周主日的奉献，上周主日奉献一共是39406元，多了熬饭。Irabu suwa pada soal nama paisok ira dikirai kawanai macam suwa itu ku cuci itu。那放在背面消息报告，在我们聚会当中，好多第一次的面孔很多。在个把男的在一起，比春兰姐妹是后发的他发是大家，然后一起来站这个是李英妹的姐姐，感谢神，然后就插播。还有在座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是不是一一介绍我们，让我们认识，有吗？我们最前面还有2位那个弟兄姊妹介绍。我们以前住在汐止，后来会高雄汐止跑，如果有回来就会在这边。谁是协会下面？喂，有。大家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因为现在工作跟居住的关系，大部分时间会在高雄。那汐止这也有一个家，如果工作回来就会来这里。那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崇拜。我老公姓魏哈，那我是魏太太，谢谢。感谢神无论到哪里我都祝福你们，谢谢，感谢神的今天诸位。都没有忘记，然后还有一个，看到2、3个。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座到神的面前都是蒙福的。我这个都是我们已经家族把我请到家，来。Kalau orang akan baca anak kok, ayo, Yan sakaka ay anak inay yan sakatulo, yan hawe o sakaka ay babae, satu san o sakatulo o tukapay di dia, yan o kaya sa sabah ay inay na, bakori o usuran no sabah ay babae o dihay ina. Umat-umat kita ada di kaya kawas. Hai, mana awal? Kubikan kita umang kulaci, umang ragu, mai kesawasa. Mai bahag kita.
Saya ingin kaya kawas. Malam kita memimpin ini kaya. Ayah ini kau sapi. Baik ini ada nama kau. Pengalaman. Arigato。稍微用口语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展览讲一下，因为昨天是弟兄几天今天参加我们长期教会聚会，感谢神，都是主耶稣的儿女，耶稣祝福，那是不够，大家给人能够能够。好，我看看周报啊，第一项，今天为代将主日第三组哈，我们刚才有点了第三天的蜡烛，愿神拿来，我们经历主耶稣为我们而生。让我们在最终的释放，并确定耶稣就是我们那位我们所等待的救主。因此，我们以爱的感谢来庆祝这个日子。第二点，本周读经的进度在约翰福音第15章。来，我们是大家mengenai ngasih kepada mengenai suami tabang ia rekod 招待处，拉动鼓励弟兄姐妹。读经，读好话，说好话，做好话。第三点，主日会后，各位马老爱好，nanay makulong tayo nanan, sakat, tapang, sakat ang sela, ipay sa kupon kita, radio, 如果医院参加诗歌班弟兄姐妹。主日会后下来可以那个审判的诗歌。第四，8牧师行者这周17号赴台城出席牧者灵性退休会，请弟兄姐妹为牧者好的分享来带祷。再来，本周即将进入圣诞周，18号那天晚上有一些除了晚上的。聚会以后，我们有社区报教营的事工，19号为主日，教会搭设这个，因为礼拜天聚会以后，我们下午有一些活动，那我们那个教会外面那个通道的部分可能会搭棚子，做那个活动的场地，那吉利猫，让俺们大家，拿一个我们把他们大家。好，再来这个是请耶利米来负责那个将来的那个后面的舞台部分的背板部分的一些哈。在20号那天，圣殿主日崇拜当中，中午也安排了简单的爱宴，请弟兄姐妹来享用下午部分的短期的节目的表演，各项事工弟兄姐妹是吧？因为因应政府那个宣导政策以及疫情的那个。关系，所以做好对自己的防疫措施，好不好？你看咯，anak kita adalah makhluk anak, khusus kita di Muslim. Mengenai kita minta saya bawa tadi turun, baru rumah hingga kok air, ya dengan anay ako sa katusa ipulong ta kalo man takutong matliran o kuy nandiyan sa nanay pagkanin tulon panganan minta tulon sa isel mga ay tiran ako ikuray 在后面我们来念本周的经句，在拉玛来，在拉玛听见大哭声音，是拉结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再一次再念一遍，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在马太福音2章18节献诗。不以人性。
载在旧约以赛亚书第9章6节，这样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马太福音1章23节，有童女将怀孕生子，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今天早上我们要念的章节是在延续上一周主日马太福音第2章后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章节在马太福音第2章第13节到23节，马太福音第2章13到23节。我先用国语来念。他们走了以后，主的天使在耶稣的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
直到我吩咐你离开，因为叙利要搜索这孩子，要杀害他。于是约瑟东升，连夜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事是要应验借着先知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把我的孩子招出来。希律发现自己受了星象家的愚弄，非常的恼怒，就按照他向星象家打听到那颗星象出现的时期，派人把伯利恒和附近地区2岁以内的男孩子都杀掉。第17节，这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说，在拉玛听见了嚎啕大哭的声音，雷杰为着孩子们哀哭，不肯接受安慰，因为他们都死了。希律死了以后，在埃及，主的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以色列地，因为那些想要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于是约瑟东升，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以色列去。约瑟因为听见亚基老继承他父亲希律做犹太王，不敢到那里去。后来主又在约瑟的梦中指示他，他就逼到加利利地区，再叫拿撒勒城定居下来。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他要称为拿撒勒人。这是国语的部分。马米生用母语的，马米生用雅经。Jadi Matius 1 Jepang, kalau dulu bangsa Israel, Sasabo ya dulu Jepang. Kami nukai itu punya matangai di Arau ni Yosef ilmu tuyah kapan swasa punya tuyah. Almuat hirteng bini awawa atau ina ningra mialiu ataira cip. Kira-kira itu kamu ngesait di persoalan aku mau kami mami kirim ci roti ini awak tu patayau di ciraan handinga saka luat seduci Yosef puya pataya kirim puya wawa ina puya wawa aira cip kira satsangra ngesait patayan roti kunini nika si no soalan no pari ayawai itu soal no kapang ya dengan aku bawa aku sangat chips ai anu ya apa nak tu roti tu nika sapana ya makan nengai akan tahu jingra keter satu jingra saka betul jingra antau Patai polong do, karena said usai kumisaan ayan bawa do, bimai, kariokai nyaroh min, kunini misaan do bawa ni nangani roti to nano soalo makangai mahan ko nika masih lo soalan ni Mia tu ayawai tu soal kapang kuya matingir di rama tu niha nu nanicai tu pangieci akhir tu kainya iwa wangra cai ka mama hinung tu kanyat ngra mau kani mapatai ming kuwa wangra sanai yo mapatai ji tu ti kira hui icip yoshi mahal ngra irama tu Coyah lu kapang suasa kaya coyah. Almuat gerteng ini awawa atu ina ningra inokai mi lukai di kaki itu Israel dia. Kani papatai itu kuya sakit pataya naik ini awawa ningra. Saka doat satu si Yosef dikret kuya wa atu ina awawa inokai
Israel pakai Israel di kau era matinge ni Yosef ko miti rojo ni alki laos to buat nomama tinggaji ilki antu ayah ala saka apala jinga ayah era paling modern hazard no kawas jinga ikmat saka bias satu jinga ayah kariri ala saka kira satu jinga di masari dan mayan herot unini itu nikah lah si no soalan no arawai itu soal kawas ya masari akan kau很紧张，tonight 上，今天早上牧师所要分享的章节，耶稣为了要来，耶稣为了要来，哪有答应？Yes，tonight，好了，写怎么办？平安。今早上我们很兴奋也在期待的心进入到待降节的第3主日。今天早上是我们圣诞系列的第4讲，耶稣为何要来？那有罗阿丹尼这个格拉蒂亚Kino masama di wilayah pendidikan dari Sakacai, pada itu katawa no ukut sadak yes hawin ansat matini masama pineneng masama ufana masama Malaya paling dari algabang pakai ini itu kan ukut ni yes pindah kelahian。现在这个弟兄今早晨我们已经进入到圣诞系列的第4讲，从第1讲的耶稣的家谱开始谈起。以后我们去讨论耶稣降生，一直到上一讲对耶稣降生的回应这件事情，直到今天早晨，我们要进入到耶稣已经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可是呢，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来？虽然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爱我们。可是圣经上到底怎么去论述，怎么去讲述讲论耶稣他要来他的很大的目的？当然牧师也知道，在其他的教会的牧师针对这一讲耶稣为什么要来的不论就神学的意义，不论就信仰的意涵，不论对教会的传统这个教导都有很多的分享。今天早上牧师要透过这段经文，可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但有3个部分从这个经文当中去看耶稣他为什么要来。在这个萨拉嘎我们一起来再次跟我们边上的姐妹弟兄握着他的手也许是也可以用那个拳头互相击拳头的方式看着眼睛说，耶稣来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在一切方面，我们把握人，你单单还把我们干嘛？你配合你干？说来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这位弟兄按照3个主日的分享，我们发现耶稣降生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城，叫伯利恒。那于是博士们他们就从伊朗大概在这个方向，这个国家就朝向他们的西边的方向，往伯利恒城耶路撒冷来前进。那终于找到那颗星那天就光照着伯利恒的某一个客店的马槽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耶稣并不是住在高级的客栈客店或是旅社当中不是记得在几年前有各位实践去查考这段圣经，在主讲道跟各位分享过那个时候的客店或是旅社
耶稣来到伯利恒城，如果按照经文的记载，耶稣是住在养牛、养马的地方，确切的说是在马厩，是喂马、养马的地方。那里面非常的污秽，非常的肮脏，并不是住在医院里头，他也不是住在一个高级的5星级的饭店，而是住在马房里面。客店老板就因为旅客太多了，他们就找到一个地方，说有个空的地方，如果你们认为讨论好了，再告诉我。那个地方凑合住，还真是可以让你们一家3口来住进来。于是就在马槽当中把耶稣生下来。那3个主日跟各位分享，当东方博士们远从伊朗这么远的国家来到伯利恒城这个这个部落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就献上礼物。乳香、木药跟黄金来敬拜他。不过有趣的是，在这段经文的后面，就是当希律王得知基督降生的时候，当然按照圣经的教导，那个逻辑是新相家们这些博士们就先找到了希律王，因为先找到一个某一个行政区的一个首长，地方的首长，去打听他这个君王。以色列未来的君王到底降生在哪里？这是一件再正确不过的事情。那可是，一旦希律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吓一跳。为什么？因为博士们跟他说，要生在伯利恒那个君王在哪里？开什么玩笑？他自己当王，他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分封派的这个省份，这犹太省份当土皇帝，官派的长官。怎么可以让一个君王来来抢他的位置？他非常害怕，所以就想尽办法要除掉耶稣。为什么要想事实上我们应该这么说好了，让希律王让他压倒他最后那根稻草的那个支撑的力量，是博士们在梦中什么？听到主的指示说，你们不要从原来的回去，你也不要再回去跟那个希律王报告，你们就从另外一条路回去吧。这件事情，亲爱的姐妹弟兄，让希律王非常的生气。今天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章13到23节，所要分享就是博士离开以后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耶稣为什么要来的？我们要论述的经文。Orang minta serikakai di form surat lima kai satu satu bang tinggi sekarang saya dan masa pusat satu kusir yo mak tercahayoti unya hongti lagi lo patai ni ra mulai patai tu alumanai tu sabisaan yang sudah awal hatian ucap saya orang minta serikakai pergi tu satu kusir kalau betul utapang kuya matanengay atanggaw ada apinukay pacaof cihalutian umakraway namo sanay sarikaka sada makaker cihaluti sarika mapulo ta suara cihaluti anmatira hawi kinibeng kuya usai amihsaan pakanaya awawa patayin saan。所以，今天我们要从13节开始来说起，一直到23节，其实要分3个部分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耶稣他的母亲跟父亲带着他下了埃及这件事情。第二部分就是希律要屠杀婴孩这个事件。第3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他们一家人在埃及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并不是回到约瑟的他的原乡，他们原出生的地方，而是来到了以色列犹太这个国家最北边的一个省一个地区叫加利利省的其中的一个叫拿撒勒的这个部落。
今天早上各位一起来分享这3个部分，这3个部分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来的目的。Kalau belum pakai ni saka cicai dan saka tolo ha winu kai cie dan ina sale hawi ini ama hapina ina sale kaka na iro atai cie ina ka belum。首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刚出生不久，就被这个犹太的王希律所追杀，甚至要离乡背井，下到埃及。出生的地方就已经很辛苦了，而成长的过程也充满了艰辛跟艰难。为什么上帝还要让耶稣来到这世上？第一个，其实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耶稣来是要做顺服的儿子。Katanya ni yes talaga kahawi takacicay. Ucicay mitutuay tupain utapang singra talaga ka. Mitengya soal wama si yes talaga pulo. Mihayay falso wama si yes talaga ka. 13节我们一起来读起来。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他是什么阿妹子啊？Manminungkay kuya matanangay ni araw ni Yosef ni lemas bu joyoh nuk tapa suara sa kuya joyoh kalau muas reason kunini awawa atau mina ningra minalio kaira Egypt kaitira tu kamu akan saat di paswalan aku now hani mami kirim si hayoti tu ini awawa tu asapa tayau di jiraan汉nikra saan。现在姐妹弟兄读了这一节经文，我不清楚了，各位已经预读过了，我不清楚，不是不清楚，也不知道各位怎么去面对这节经文。我们会不禁想要问一件事情。Paratet mari kita milicai kapan tukang zahlimu。我们不禁要问：耶稣他是一位生不逢时的婴孩吗？耶稣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待他？应该怎么说？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这节经文，耶稣刚生下来不久之后就面对追杀这件事情，而且要在夜间逃亡。当他的父亲在夜间约瑟在夜间梦到之后，他们就连夜的就下到埃及。从那天开始，就在那天晚上开始，耶稣就开始他逃亡的生活了。在约瑟。Mama ni yes ina mirat Maria tatulog sa kasang kakak mula leo Taira ini Egypt saan。现在，姐妹弟兄们，耶稣之所以逃跑，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人物叫做希律王，所谓大希律王。这个人表里不一，按照以色列历史来看，Araw kigum na kuni ahongte, ahongte hawi, tas kuni ahongte sa likama pulo, maingap sa likaka, mafak na ang kakinya tutam tao, ang marapun dia tutam kahit sansam halingra。这个王非常的坏，非常的奸诈。他对东方的博士说：“哎呀，当你们就看到那位婴孩之后，行行好，拜托你们也回来告诉我们，好让我也来去拜他。”现在姐妹听，这句话是错的，他其实是想要杀这个孩子的。我们把带过的阿红的、好的，对呀，你阿娃娃、萨利卡卡吉 ，yes。甚至我们发现他屠杀了这个城里面伯利恒城2岁以内的小孩。
还不止如此呢，耶稣的逃亡的生涯，大希律王很坏了。各位看到这张图，也许各位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在耶稣的时代当中，总共出现3个希律王，大希律王，第二个叫做希律亚基老，他是大希律王的第4任的老婆所生的孩子，这个人也非常的坏。第四任的妻子所生的孩子，那大老婆的孩子算什么？那个长孙算什么？把他杀掉了，抢他的位置。当时第2任的希律王20，非常坏的一个国王，非常残暴。这个逾越节期，按照以色列的历史来说，他一下子就杀了，就在那个逾越节期里头，就杀了3000个犹太人，这么坏。这是古利亚萨卡多沙皇帝吉亚基拉哈兰奈。萨卡多罗，看到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分别大希律王跟亚基老跟安提帕斯他们的领地。第3个叫做希律安提帕斯。这个王我非常圣经当中也有记载，这个王做些了什么事情呢？还记得这个王在他那个生日的宴会里头，然后找了他的太太跳一支舞，有吗？他对着太太说：“你跳完舞，不只是我高兴，我的贵宾们都高兴。没问题，你只要说出一个你想要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甚至是我的江山一半给你都没有关系，都可以。”其实安提帕斯就对他的老婆就说了这件事情，结果他这个王后太太就他说：“我要那个施洗约翰的头。”记得这条经文吗？这个安提帕斯已经说出了头，这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他就同意他的太太的女儿，就到监狱里面，将那些警卫就把约翰的头给砍下来，拿到宴会场所的当中，就献给这位安提帕斯的太太。以后这位安提帕斯做了什么事情呢？不知道吗？比拉多该他们多什么信息不清楚？一位那个长官叫比拉多，是吗？巡抚。这位王希律安提帕斯跟比拉多合作，处死了耶稣。可见现在姐妹弟兄，耶稣的时代是非常艰难的时代。这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我们不禁要问一件事情，但是各位已经预留了伏笔了。Belum hadiah lafin wish ayah kaya tu Christmas hananai arumi ati bahak ufau sabunita sauni tulun ni hani acurung matengil malaya kasargaka nali kembali pahakai apalso atani yes di pakorep tanan saan ikaw irasa ng pulong milicay kita mga ita milicay tayo hakan utapang sama-sama utapang ciyesau anu kapula hamira awawa dengan azai awawa dira ciyes nairo hakan anu nuama kakara anu nuama amisam-sam ikariang ciyesan sau 现在姐妹弟兄，天父真的爱他的圣子，他的独子耶稣吗？生在这么艰难的时代里头，同时我也要去问一个问题：让耶稣生在这艰难的时代，并不代表神不爱他的孩子。同样，亲爱的姐妹弟兄们，神让我们一直处在那个逆境当中，长期处在那个艰难里头，长期处在那个
疼痛的当中，长期处在那个那个让我不顺遂的、不顺利的、不舒服的环境里面，也并不代表神不爱我们，不是吗？Beliau dapat tuya salifat tu tamzau hawi sai bina ai ku dapat kita salinaka pada temahan nu kawas kita tu taramanai kana ayan meta ka calan zaman atebak hawi abuntai hawi sai bina ai abi ulah ku dapat kita nan耶稣的世界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出生的世界再次提醒我们，神给美丽的、赏赐美丽的生命，和神赏赐他自己的爱跟恩典，是超越所有一切可以所求所想的。亲爱的弟兄们，即使耶稣来是经历那么多、那么艰难的一生，一开始出生来到这世上就开始逃亡的生活，可是他仍然愿意做一个顺服的儿子，甚至，姐妹弟兄，各位知道吗？这件事情在复活节受难的时候，牧师还再提一次，甚至上帝按照神学的讨论里头，是上帝天父上帝亲自杀害他的孩子耶稣。因为耶稣为了要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就甘愿受死，被钉死在十字架。在神学讨论当中，许多的神学家或是我们这些读神学的人都同意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天父上帝，也在他计划当中，要让他自己的孩子受死。他愿意顺服各位。Mengenai ami haye itu tuna falusuan wama cies asali kakak kau dah adu mati rahawi sai bina ai api ulah betapang ajuama cies asali kakak。更进一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安慰受苦的百姓。Mangaya atau utai ni cies hayu mami hainum tu palumanai abi tu urai pasoinai jiranan asali kakak pulung。耶稣之所以愿意顺服，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而且以至于死，他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安慰受苦的百姓。15节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请来，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有阿妹语的，我们一起来读，请。Unini unika lahsi no ni suara no pari ayawai no suara no tapan toya kahitanan na kuku bawa aku asadak dari ucap sana。现在天父上亲爱的姐妹弟兄们，当希律王发现波斯并没有回来向他禀报、向他报告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就大大的发怒。他就大大的发怒，命人把伯利恒城周边所有2岁以下的男孩，光是男孩都杀掉。我们很难想象，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的总统蔡英文，假设他抽签抽到汐止镇、汐止区樟树湾、厚德里的李明，全部都要被处死，我们的孩子，我会怎么想？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政府，这样的总统，我为什么要下这道命令来处死我们？什么？同理，现在这个弟兄，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犹太人的王，他并没有任何心想要保护他自己的百姓，他的子民啊。可是感谢上帝的是，15节刚才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要从埃及招出他的孩子来。
题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听不上帝。亲爱的弟兄，在马太福音第2章，马太这位耶稣的门徒提醒他的读者，提醒读马太福音的读者的我们。Usai papi pala ni matai kita na selika kami me hapinan ginabi asyik hawi usai papi pala ni matai kita na。马太告诉我们说，提醒我们说，这是主早就预言好了的。ayaw to pagkali to pari ayaw ay to so abigin ato ya yung atam daw hadana apa ini ikita na selika ka itini Yeremia tulo-tulo ilo tsay at sabang itini Imam Safaw at usir itira tu bahapin na pari ayaw soal kutapang pakai dunia 先知耶利米亚3个把西方那给单呢？耶利米书31章书写已经告诉我们了，这预言要实现。17节告诉我们说，耶利米书31章17节或者马太福音第2章17节这样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当然要哭啊，当然不受安慰啊。被希律王杀了，怎么得安慰？他不是自然死，各位，他不是好死的，各位，是被处死、被杀死的，怎么会肯受安慰？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王怎么会那么的坏心，这么的不替他的百姓来想一想，去保护他的百姓呢？belum, hati na fe yo mi asik dah ini makai sa katu sa asipang ini tulu kusapa tangsa, tu sa pro yang tulu atu share hawi. Spray pamita, tafsir kami asik. Belum, uta tayo ni yes hayo mangalay sira, abi henom tu ya mararumay mapatasay. Awawan mirasa kita。这是耶利米书31章16到17节的记载，我们可以来读一读。请来，耶和华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我们天父上帝保守耶稣免于希律王的杀害，是为了要成就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他之所以可以逃离，甚至在30岁的时候，再次领受了天父上帝的心意，来到再次进入到人世间，传天国的福音，甚至带来医治、安慰百姓跟拯救。事实上，他来的目的除了安慰之外，都要拯救每一个人，都要安慰每一个人。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拯救。在某个主日的早晨，真跟各位分享过一件事情。感谢上帝，让各位在长老教会里面聚会。感谢上帝，各位认同桑树教会。感谢上帝，各位可以在今天早晨来到这里来聆听上帝的话，透过这个人，目的是要得到救。可是，亲爱的姐妹弟兄，教派不能够带来拯救，教会不会带来拯救，只有耶稣可以带来拯救。
其实这个教派很大，长老教会，它在台湾这块地图上面，会有人数已经达到30万，大概到30万、35万左右，毕竟40万，要往40万这个目标前进。长老教会在台湾这块地图上面，总共有1266间教会，包含平地教会跟原住民族的教会。有人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台湾最大的教派，基督教派。那又如何？现在这个弟兄，这个教派可以带来拯救吗？不行。原住民族教会跟平地教会可以带来拯救吗？不行。如果教派没有耶稣，如果教会没有耶稣，现在这个弟兄，我们没办法享受这个救恩。dan aja jadi serigala apa oleh kita saya kiukai saya ku jirokai hananai是耶稣亲自来安慰我们、拯救我们，我们就好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一样。我们这些北漂的阿美族的同胞们。kita misal sarigala dan cinta hoko， 我们都是北漂的阿美族，他来拯救各位耶稣。我们何必那么辛苦，从我们的部落来到南港，来到桃园，来到基隆，来到台中，来到高雄，辛辛苦苦建立教会，为什么？不就是要让耶稣帮助我们？不就是透过耶稣得到这个救恩，延续我们家乡部落的原乡的父执辈的信仰，不是吗？是耶稣把我们释放出来，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更是耶稣要来安慰我们这些被困苦、悲伤、愁烦、辖制的人。刚才牧师真的很感动，在以斯帖主带领敬拜这位姐妹，她说了一句话，在最后的结束之前，她说：“我们当中很可能还有人被关系所辖制，被愁烦所辖制，被忧伤所辖制，被忧闷所辖制，被这些的忧郁所辖制，甚至被恐惧、被哭泣、难过所辖制。”亲爱的姐妹弟兄们，今天神就在这里，就在他的话语当中，要帮助我们，要让我们得到拯救之位，也要带来他的好。我非常清楚知道，这2周来，我们当中，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家人，结束他世上的劳苦，回到了天父上帝的怀抱当中。Kalau bukan kita punya atusa alipai, yang rumah rumai, baru di rumah melintas dari kakak. Letak aku tani naga, solim kalau cakap aku. Tidak celah, mahra punya asyiki. Jadi Taipei 是第一关kakak. Malah cipto. Harus minta hasa kepala cok, harus minta cipto. Punya asal kakak minta, si minta, mama minta, betul minta. 甚至我们在周委会的群组当中，我们接收到了你们是他的幺女，是牧师的李一位牧师所传给我们的一个令我们莫大的，令我们周委同工们得到莫大鼓舞的跟肯定意见一个讯息。谢谢上帝，透过新闻社会的周委会，用我们不敢说很大的力量，我们只能说我们就尽我们微薄的力量，非常微小的力量来协助这位我们的牧师，可以在他最后一程这件事情上面摆上一点点的心力跟作为。事实上，现在几个弟兄就在昨天那场的告别礼拜里头，有许多的几个弟兄
知道的，我曾经被这位牧师牧养的，我是认识他的，我是不认识他的，都来，目的只有一个，是愿商家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原本不肯受安慰，为什么？因为曾经在我们中间生活的这个亲人，我们的家人们，那么的欢乐，那么的辛苦，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可是，就这样离开了。虽然我们同意，他是因为各方面因为年纪老迈了，他身体的器官已经无法再支持他的生命系统的运转了。他离开了我们，我们同意接受这件事情。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太愿意，不是吗？我们宁愿我们的家人可以活得长长久久，我们都可以快快乐乐在一起。可是上帝的时间到了，他自然就接走他，透过一群人，一群爱神的人，一群爱教会的人，也有一群爱姐妹弟兄，还有一群爱商家的，所以离开我们故人的遗嘱的姐妹弟兄，带来莫大的鼓励跟陪伴及安慰。我不清楚，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每一次我们参加告别礼拜，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不能有比较多kita punya asyik haudi bersamaan dia follow job di mutahakia. 我们按古waktu sukan follow job di mutahakia， 应该这么说。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我的父亲刘阿海，1991年11月27号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在当周的时候，礼拜四。差不多有400个人出席那场告别礼拜，刘阿海。我曾经在同工群里头分享过这件事情。今后那么一场的告别礼拜，我都必须，如果我的能力所及，我就必须要出席。各位啊，400个人情在南环啊！可能在座年轻朋友们还不太清楚认识这件事情。我们一生有谁可以出席参加400场的告别礼拜？每一次出席告别礼拜，不论是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我父执辈的。大人、年轻人、中年人、小孩，我都必须带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去回馈，我是主持或是参与在告别礼拜的当中，因为我带着我父亲，他生前提醒我。当你出席了这场礼拜，你就代表着他，代表着一份祝福和安慰在其间。虽然很辛苦，离开这个家庭的亲人每位都很辛苦，可是你的出席、你的陪伴、安慰，可以让这个商家在离别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温暖、上帝的爱跟姐妹弟兄的陪伴，即使在当下没有受安慰，不是用这种心态、这种动机来出席了一场的告别礼拜，跟主持告别礼拜的心情，缅怀他。通过可以努力的地方，尽到做基督徒的责任。我不能
mahal ciye salikaka pinapalah sa cira-ciranan to oleh kita. Kami mahal sao. Bisa mahal ciye sa salikaka. Bito to na follow saan ciye salikaka na follow saan wama ciye salikaka. Mami hinom umapadasay ada taay matukaay. Yes, kita na. 耶稣来，所带来拯救，带来很大的安慰。除此之外，耶稣来不是要来谦卑服侍他自己的百姓，他的子民。因为在19到23节，我们读到了，当希律王死之后，有主的使者对约瑟说：“回以色列去吧。”到了一座叫拿撒勒的城内，他并没有回去。好，他们一家人并没有回到他被父亲约瑟所居住的曾经居住的地方。你要让你有些这个黑盘的是不是？当然，在yes misno kita ditakit ini kalilin hanana niya taka niya ro nazale hananay mama ngay niya ro saan sasaka yung mitulong ko kita hawi malatag lahat ko tulong kita pakai itu nazale yes gituan ang gani rahay. Pilihan kisyo para po ay sa kita sa likaka kami sa kanila kami tulon。现在这个弟兄，按照圣经的教导，拿撒勒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贬义的一句话。在我们看ayat maka pai guna di aswal sa likaka nazali anan Ujian bisa kemutai aswal kunian, bisa kemutai aswal kunian kakak, nasari hananan.那撒勒人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话。约翰福音记载的，当腓利跟随耶稣之后，去找拿大耶说：“你来吧，你来看，有个老师值得你跟随。”可是这个腓利的朋友拿大耶，当他跟这个腓利一同看到耶稣的时候，知道耶稣他的户籍是登记在拿撒勒的时候，上面笑啊，各位。我当啊，今天拿大耶上看他介绍，当啊saan，伊拉姑妈阿努拿撒利少saan，拿大耶嘲笑耶稣说。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货啊？用现在的话来说，甚至以赛亚书53章第3节也这样说：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啊。拿撒勒人这句话是一个贬义的字，是嘲讽的字。我们说跟不带过你阿说了萨利卡卡。你不是带说，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都是当中大部分都是原住民族，当然我们中间有平地的汉族我们的朋友，我们当中有其他原住民族群的朋友。还记得我们原住民这句？这个词是最近才出现的，是吗？以前我小时候，有人叫我，应该还不知道中文嘛？我刚从部落上来。你是哪里人？想了半天，我是哪里人？写了这样的人啊。哦，你讲方言啥？我说你喜欢闹，同学哦，欢闹讲方言，老师。挂了个牌子，要被罚，是吗？以前在学校，我们还不太敢承认我是原住民阿美族呢。
以后渐渐长大了，体格还不错，还会跑，比别人会跑一点点。也有山地人不会跑呢，体力那么好，少啊。我们说山地人一定很会喝酒，我看就知道了，就是我刚过。为了证明运动，1991年一直到了2014、03年，整个政府就愿意承认，所以才有所谓的原住民。我是相信50岁以上的姐妹弟兄都曾经走过这一段，被人嘲笑，不接受那个认同，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子。一切花你是按台湾，你也是还那是按。拿撒勒这个字也是如此，亲爱的姐妹弟兄们。即使我们被国语教会称为是台湾原住民，台湾原住民是台湾啊，原住民是台湾的长子，在教会界里头，不是我们在教会界里头，原住民称为利未人，敬拜的利未人。上次松年团契主任还唱利未人，原住民利未人，其实是如此亲爱的姐妹弟兄，各位知道吗？这些不是跟我们不同教派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都是主内的，他虽然瞧不起我们原住民，真的很多有这样的机会，在跟这些外教派的同工合作的时候，很明显就是要那种态度的。轻视的态度对待这些原住民的同工。就lo sa ligaga o kapag ano may ta ano Taiwan sila hawi mga katafo tindiak di Taiwan saan 不是吗？我们这原住民都瞧不起这些原住民族嘞，不是吗？一碗蛋一碗汤是给他的那个腿短短的那个族群，我还会嘲笑说，哎，那个排队弯弯的。台湾族是吗？我不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谦卑服侍的民族，因为耶稣降生的缘故，我们就学像耶稣一样，谦卑的服侍。在bisa kakinya kita saling memulung. Inilah makaraw ni Museng Kopi在Lumita都查理嘎嘎，特别就是帮助我们。有人说我们的教会，长老教会是比较冷漠的教会，我不太愿意敞开我们自己。Wala ay kita ambil fuhat kalau cuak saya tak dengan ayam tu rumah ayah punya catatan， 也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可是求神帮助我们现在这个弟兄，耶稣来，他是要来谦卑服侍他的子民。我们领受了、相信了这位上帝，我们也应当是如此，用谦卑的态度开放我们自己。接受其他有相同信仰的姐妹弟兄们，特别是耶稣，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耶稣他本来就是君王，难道他不应该受到君王的这种的对待吗？那怎么去降生在马槽里面贫苦卑贱？事实上，有人要来找耶稣的时候，就不先找到耶稣，再回来跟这个王来报告，直接跑到那个希律王的皇宫找希律王。这位王，我们说他是万王之王，
当帮助他帮红地的红地在他企业身上的话，不弄罗马丢给他，把罗马丢给他。当帮助他帮红地的红地在他身上的，呀，把马企业身上的个有罗马丢给他。高让你红地好一，好，这是我sam-sam lo tam tau sa salika. Mulai pasukan patay lo tam tau sa salika. 请请弟兄，这位万王之王的君王，这位本来是带来平安的救主，可是他的一生就饱经这种艰难，甚至他从头一开始他就颠沛流离。耶稣是要带来喜乐，可是他自己却被仇视，多受痛，常经忧患，圣经这样说。亲爱的姐妹弟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君王呢？我们什么那样红的职业是他样？这是一位他甘心愿意蹲下来，为他的子民洗脚的君王。如果职业是那个，sa owner, aku saw tuwaan kirisan nila, sawaan nila, yes. 这是一位甘心为他的子民承受悲伤刑罚的君王。亲爱的姐妹弟兄们，耶稣为你我而来，耶稣更是为你我谦卑的服侍他的百姓。目的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跟神和好，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要成全我们的生命，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拥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而且是永远的生命，使更多人来因我们来蒙福。更正确的说，是耶稣自己说的话：说人子来不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不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说你耶稣你是高不懂的，耶稣亲口说的。来是要拯救、寻找世上的人，他来是要让你得生命，这样的人更丰盛。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世界呢？我们其中已经有答案，就在这个代降节期第3个主日。我们一起来看一部短片是福音书里面所帮助我们的，让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让我们了解耶稣他为什么要来的过程。更正确的说，是通过一首诗歌，我曾经唱过好多年的阿士3叶这首诗歌作为音乐的背景，来提醒我们耶稣要来，为什么要来的真实的一行。麻烦安利，谢谢你。弟兄们。在代降节期，过得如何呢？如果我们同意耶稣要来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话，请问，似乎过得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并不是过得那么的舒适，我们还遭受到很大的艰难，我甚至愁烦、忧伤、忧闷，被恐惧所捆绑。亲爱的弟兄，耶稣来对我们这位基督徒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待他？所以这句话每年好像都会从刘华春的口中说出来，就是帮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在迎接他的降生的时候，因为在每一次。我们会知道怎么去反省、去检视自己的生命，
甚至在每一次我们回头去看我们自己信仰的过程，可是过往这些年来，上帝的恩典，不都是一直够我们用吗？童工说关关难过关关过，虽然艰辛，虽然很多很大的挑战，可是这位神的爱并没有离开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艰难很大，不会因为我们的挑战很强，那个力度很强，他就不爱我们。没有，他一直在陪伴我们，他一直在帮助我们。是每一个主日来到各位的面前，月复一月，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讲的同样的话，目的就是求着帮助我们真的更像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耶稣。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给我们的丰盛，我们可以得着他给我们的拯救。我们可以带来更丰盛，甚至更卓越。有个教会说：“耶稣来，我也要叫人得生命，并要得的更卓越。”是人不太愿意、不太乐意去接受耶稣为我们带来的这些。这些年来，似乎我们仍然一直想让我们自己做王，不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不让耶稣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做王，我们不让耶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掌权，所以我们过得非常的辛苦。求着帮助我们现在几个弟兄们，让我今年更加明白、深刻的认识耶稣来的目的、降生的目的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恐惧、好惧怕、愁烦的呢？那是我们不能，后面后面也单机家己的操业，马里奥mapapuli niyo karamangay malufisay akorin sir kanang ipatahe kita loro kasam kaya sir mitang siya tu masoma may atuma ka kamalo tsayo fangsay watsay malusiyang dengan dia sedekah kay kisanan takwanan sedekah。我今天早上跟我一起分享的耶稣为什么要来？我们请也是天主带领我们唱那个第二首诗歌，好，那个永恒永恒的盼望是吗？唯独永恒的盼望。先来唱这首诗歌，阿妹麻烦你唱那个刚才也是天主带领我们唱的的第二首的诗歌，敬拜赞美的诗歌。对，谢谢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请也是天主的同工来带领我们唱，跟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第三代降节主日，我们先点燃了什么的蜡烛？赶快翻周报吧，宣告跟喜乐的蜡烛。我宣告了神的喜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宣告神的作为就要从我们个人开始来做起。我们宣告神要从我这个人开始来成为众人的祝福。我
翻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他在加拉太书、贝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后面就是腓立比书。还有一个应许，这样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牧师拿的是现代中译本的翻译。如果翻到了或是各位手边有3C手机、3C 产品，可以来滑动找到这处经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19节，这样说。现在这一本这样翻译：我的上帝会照着他在基督耶稣里那丰富的福泽，把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你们。说一遍，我的上帝会照着他在基督耶稣里那丰富的福泽，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赐给我们。现在这个弟兄耶稣来，是要为了赐生命，耶稣来是要让忧伤变为喜乐。把惧怕变为刚强。耶稣是生命一切的问题。当我们认真的去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严肃的认真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切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甚至我们会感谢赞美这位上帝。只怕我们不愿意。所以，牧师邀请各位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你把给他帮你好的，耶稣，说了耶稣，有没有大海大东啊？你说耶稣，山来好诶，个张我们等下说多了马go山来好诶，马不马不马不，我给他帮你好，我们多了。这是我们一起来开声，一起来祷告，没得龙给他。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你从至高之处到地上来。主，你把天上的信息，把天上的盼望，甚至把天上来的救恩，带到人间来。耶稣啊，我感谢你，你是至高上帝的儿子，你是永恒的圣者，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可是你竟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来到中间，我们中间从我们的弟兄、从我们的姐妹充满了恩典跟真理。主，甚至你为我的缘故，为我们的缘故，你披到了血肉的身体，甚至为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缘故担当我们的罪恶，也为我们的缘故流出你的宝血，舍去你的生命。可是主，你已经胜过这些死亡，你胜过掌死权的魔鬼，你甚至你跟他征战，为我们来得胜，把救恩成就的赏赐给我们。耶稣，谢谢你来，耶稣约你进入到每一位的姐妹弟兄的心中。就在今天早晨，就在今天上午，主啊，约你来，约你来到主啊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圣座前。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来，对耶稣，你亲自来说，主啊，求你进入到我的心中。从今以后，你就与我同在。你不但降生在不离很亲爱的耶稣，主啊，求你也降生在我们每位姐妹的心中，把你的生命赐给每位姐妹弟兄。主，把你的喜乐放在每位姐妹弟兄的生命当中，把那个刚强壮的力量再次赏赐下来。主啊，不止赏赐下来，甚至要通过你自己要提升姐妹弟兄，就在这个节期里头，赞美你耶稣。让我们从今以后成为一个有盼望、有赦罪平安、有救恩、有喜乐的基督徒，使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带来更大的抓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就在姐妹弟兄当中开始扩展出来。耶稣，愿你来，谢谢你来，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居住。听我们在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多伦多每天给起来奉献。
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美好的早晨，你以我们的脚步来到你的身，做全然敬拜你，赞美你。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来到这个世上，主啊，你也是那荣耀的君王，享受那荣华富贵，是吧？你却甘心甘愿舍去你的荣华富贵，舍命来救赎我们，主啊，这个爱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你何等的恩典，你爱我们，你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主啊，我们是真的是蒙福的罪人，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赏赐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更认识你这位荣耀的君王，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成为学习耶稣的样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你翻转，主啊，我们不看我们的忧伤，我们不看我们的困境，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谢谢主耶稣，主啊，弟兄姐妹的奉献也求主悦纳，求主再一次赏赐更多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敬畏你，来到你面前。主耶稣，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最后，我们有几首诗歌赞美收音体结束今天早上的崇拜。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愿意迎接，甚至让耶稣来到生命中的姐妹弟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